大家好，我係財資科學發展局。除咗簽署大灣區嘅工程專業人士互認之外咧，仲有推動呢個職稱評價機制嘅。專業人士同埋職稱咧係咩嚟嘅咧？專業資格咧就即係咧可以喺一啲文件上面簽名咁啊，有一個額外嘅功能性嘅。而職稱咧就係一種技術嘅評價等級啦。若果用我哋香港工人嘅考牌機制咧，咁啊中工大工咧就等於呢個職稱啦，而持牌水喉匠或者電牌等等咧就係呢個專業資格嘅。希望咁樣就幫到大家容易理解少少。而香港咧目前咧有580位嘅專業人士咧去咗返大陸考呢個職稱啦。考嘅專業人士咧一般入咗學會咧，大部分都係註冊工程師嚟噶啦。咁啊，所以對佢哋嚟講考就唔困難啦。下邊咧就有一個表格咧，方便大家去容易兩地唔同嘅名稱咧去做一個參考嘅。例如我哋香港叫 QS 嘅工料測量咧，就等於大陸嘅工程造價啦。仲有下邊可能電啊嘅都有一啲職稱可以大家參考嘅。希望今集嘅分享咧幫到大家理解。拜拜。